係2017年嘅畢業生，現就讀於香港教育大學。我喺小4插班入讀嘅時候，已經感受到學習嘅樂趣。老師強調我哋用多種嘅方法去揾到熟悉自己嘅一啲學習方式，而令到我日後做嘢都事半功倍。我亦都係參與過多個嘅校隊訓練，包括田徑、足球、乒乓波、劍擊同埋呢個非撞式欖球。此外，學校亦都注重學生嘅品德，老師同校長都成日提我哋要嚴以律己、寬以待人。而今日嘅我選擇咗讀教大，成為體育老師。喺母校嘅經歷，亦都影響咗我一部分。我係2014年嘅畢業生，係一名在職社工。學校嘅義工隊令我有機會學習到唔同嘅技能，同埋接觸唔同嘅社群。當中，我喺義工隊學習到義工服務技巧。學校亦會帶我哋去到唔同地方做義工服務。當見到佢哋嘅笑容，都令到我有好大嘅成功感，令我了解到原來自己都好鍾意幫助人。而家更成為一名社工，去幫助社會上有需要嘅人士。我係2009年嘅畢業生，係一位前香港隊3項鐵人運動員。因為我自細患有讀寫障礙同埋 ADHD， 文字對我嚟講係最大嘅一個大敵。然而喺學校裏面，我發掘到自己運動嘅潛能。我記得校長好支持我喺運動上面嘅發展，甚至讓我可以提早放學去游泳池練習。老師們亦都非常之關心我，佢哋鼓勵我成為風紀長。呢個機會讓我增加咗自己嘅歸屬感，並且提升咗我嘅自信心。呢種嘅支持令我喺中學階段更加堅定成為香港3項鐵人嘅運動員，並為香港爭光。另外，我一直希望能夠利用我嘅經歷。我近年成立咗一個慈善團體，幫助更多 SEN 學童，讓佢哋能夠發揮自己嘅潛能。我係2024年度畢業生，而家就讀於東華三院黃芬南中學。喺小學階段，學校提供多元化嘅機會同埋老師嘅悉心栽培，令我可以突破自己，喺自己擅長嘅領域發展。我曾經領過黃大仙傑出學生獎，呢個獎狀肯定咗我喺學術、領導同埋社區服務方面嘅努力。而天主教香港教區10大優秀學生獎更加強調咗品德同埋信仰嘅實踐。正所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喺備戰期間，老師唔單止為我加油打氣，仲一直為我準備模擬面試，幫助我熟習選拔流程，令我喺面試期間更加能夠自信咁表達自己。最後，非常之感謝學校俾我嘅每一個機會，同埋每一位幫助我嘅老師同埋同學。我係2005年嘅畢業生，現職醒獅教練。4年班嘅時候，我有幸參加學校50週年校慶表演，同同學一齊舞出50嘅數字，獲得全場嘅掌聲，令我難以忘懷。隨後，我參加咗獅藝隊，代表學校參賽，取得咗唔錯嘅成績。呢個經歷唔單止令我感到有滿足感啦，仲成為我事業嘅基石。福德學校重視多元發展，培養我哋嘅興趣，令到我同我嘅同學依家仲保持緊密嘅聯繫。如今我返到母校擔任醒獅教練，呢度一切都係源於學校嘅培育。我係2022年畢業嘅學生，係一位高中生。我小學係一個比較返唔齊學嘅學生啦，尤其是喺網課嗰一段時間，但老師都好好啦，特登嚟我屋企做一啲家訪，去了解下我有啲咩狀況或者問題啦。再加埋其實我都就嚟要升中學啦，係時候要揾一間適合自己嘅中學。社工啊同老師都好樂意其實去幫我，俾一啲唔同嘅建議我啦。學校唔會因為我係泰國人而去歧視我，仲要好照顧我添。再加埋其實佢哋培養咗我好多唔同嘅興趣啦，例如係閃避球啊。而我去到中學都有繼續發展呢一啲運動啦。而學校嘅課外活動都俾咗好多唔同嘅選擇我，例如係做大戲啊、drama 啊，令到我去到中學其實都有呢一啲機會去參與呢一啲活動。我目標係入港隊。
我哋都嚟自唔同嘅地方嘅。學校多元化嘅活動培養出學生關愛別人嘅精神。學校一直以關愛同包容去照顧 SEN 學生，亦都鼓勵每位學生發揮自己嘅才能。正正因為你哋，令我喺小學嘅回憶更加多姿多彩。好感恩小學對我嘅成長同埋學習嘅道路上俾咗好多唔同嘅啟發我，亦支援咗我好多。我希望將呢一份包容學生嘅容人之量同埋熱心育才嘅精神傳承落去。希望更多嘅學生能夠喺呢度揾到自己嘅方向，成就未來。